書第五章，以色列家要聽我為你們所作的哀歌。以色列民跌倒，不再起，躺在地上，無人攙扶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以色列家的城，發出1000兵，只剩100；發出100，只剩10個。耶和華向以色列家如此說：你們要尋求我，就必存活。不要住伯特利尋求，不要進入吉甲，不要經過別是巴，因為吉甲必被掠奪，伯特利也必歸於無有。要尋求耶和華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約瑟家像火發出，在伯特利燒毀，無人撲滅。你們這公平的陳柳，將公義丟在地的，要尋求貴星和參星，使死蔭的變為晨光，使白暮日變為黑夜，並海水澆灌地上的耶和華他的名。他使力強的忽遭滅亡，以致保護遭破壞。你們怨恨在城門口責備的人，恨惡那說正直話的。你們踐踏貧民，向他們勒索物子。你們用盤過的石頭建造房屋，卻不得住在其內。我栽種美好的葡萄園，你們卻不得喝出所出的酒。我知你們罪過何等多，你們的罪何等大。你們苦待義人，收受賄賂，在城門中口屈枉貧乏人，所以通達人見時勢必靜默不言，因為時勢真惡。你們要求善，不要求惡，就必存活。這樣萬軍耶和華之神必照你們所說的與你們同在。要惡好善，要惡好善，在城門口兼行公義，或者耶和華萬軍之神唱嘅失餘民施恩。主耶和華萬軍之神如此說：在一切寬處必有哀聲，哀號的聲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說哀哉哀哉，又必叫農夫來哭號，叫善唱哀歌的來舉哀。在各葡萄園必有哀號的聲音，因為我必從你們中間經過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想仰望耶和華的日子有禍了！你們為何想望耶和華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沒有光明，景況好像躲避獅子遇見熊，又或進房屋以手擋牆，就被蛇咬。耶和華的日子不是黑暗沒有光明嗎？不是幽暗毫無光輝嗎？我厭惡你的節期，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。你們既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，我卻不悅納，也不顧你們把肥畜牲畜獻為的平安祭。要使你們的歌聲遠離我，因為我不聽你們的彈琴的響聲。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，使公義的江河滔滔。以色列家，你們在曠野40年，卻是將祭物和供物給我呢？豈是將祭物和供物給我呢？
你們抬着自己所造的摩羅帳篷和偶像的暗，卻是你們的神星。所以我要把你們擄到大馬士革以外，這是耶和華萬軍之神說的。